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8，诗篇145篇50安尼讲：人要讲起你尊贵荣光的威严，我要笑念你奇妙的作为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笑念你奇妙作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来到你的宝座前，用感谢甲敬畏的心，来向你献上阮的敬拜甲懊恼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荣光无人通比，你的荣耀充满伫全地，你的威严远过遮的天。主啊，当阮仰望你的荣光的时，求你用你的快乐充满阮，也互阮伫生活的艰难中，有你的引带甲同在，来赢过一切。主啊，世间人常常骄傲家己，无尊你做大，也常常偏行家己的路，总是主啊，我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。我要讲起你尊贵荣光的威严，我要笑念你奇妙的作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